日午早，欢迎收看今日5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康兴珠。先开始，咱来关心中华职棒昨暗伫新庄棒球场甲台中的洲际球场开放球迷入去看比赛，佫是摆创下世界第一的纪录。虽然只开放1000人，而且坐较开，爱挂喙暗嘛袂使食物件，规定是一大堆，也毋过也是吸引济球迷专工请假去看比赛。卫福部长陈时中嘛穿控号的球衫出现伫咧新庄的棒球场，大家看到伊是欢喜甲大声欢呼欢呼。我们今天是0确诊，所以我背后应该是一个0。卫福部长陈时中担任球赛开赛神秘来宾，现场的球迷可以热烈的扑下声。中华职棒一个新庄加台中洲际球场开放球迷入场，陈时中讲台湾正值6月防疫的阶段，我们要热火防疫，热火防疫。那球赛看球，这是最标准、最好的一个热火防疫。防疫除了我们跟病毒的生理战之外，也是一个心理战。总统蔡英文无讲球场，伫赛前用影片向球迷致意，直接在公司大肆宣扬说，对我要去看球。将久无球赛通看，就林小姐是请假，下昼4点半就来排队抢着头香，结果皮先生也请假，带3个后生要来见证历史。他们3个小朋友今天有很兴奋吗？非常，在家昨天晚上就一直在吵啦，就是一直在说希望可以赶快来球场这样子。其实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球场的这个位置上呢，有一些部分的座位贴上了富邦 Guardians 的贴纸，大概每隔2个位置就有一个贴纸。那坐下来的时候呢，你隔壁是没有人的，可以保持大概1公尺以上的这个社交距离。每回做挂水暗，莫随便行叮当，也袂当食啉。球迷认为，伫咧疫情的时阵，会当开放1000人入场看比赛已经真好啊，期待是豆豆仔来。富邦的啦啦队又会当甲球迷直接互动，球员甲教练也感觉真欢喜，认为这是台湾防疫有成的证明。在主场当然有自己主场的球迷进来加油的话，对球员来讲，他本身就肾上腺素就会往上升哦，对表现就多少都会有影响。我很多朋友在国外，他们可能都没有球打，也有看到很多小联盟球员，他们其实都还在自主练习而已。就是我们现在还有球可以打，我觉得应该要很感恩。但是中伫第3局也接受英文转播的访问，强调这是正特别纪念的一天，也讲所落来要试看开放2000人。同一个时间伫台中洲际球场也开放球迷入场看比赛，中捷开门比赛全世界第一。吸引国内外媒体关注，也好防疫新生活运动有好的开始。记者综合报道。新生活运动生活伫咱台湾真正爱感恩嘛，真幸福。昨咱国内佫无新增加病例，嘛是连续26天无本土病例。疫情指挥中心就表示讲，现此时咱国内疫情较稳定，所以一寡酒店舞厅会当有条件开放，毋过爱做好保持社交距离、挂水暗、磅体温、徛名登记者的。若敢要开放，交予地方政府去决定。经过2天，国内佫一届佫出现无人确诊。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初八无新增加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全台湾累计确诊人数维持伫咧440例，而且已经连续26天无本土的个案出现，疫情是稳定控制当中。在没有本土的案例这样的情况下，疫情在台湾看起来是渐渐的在稳定，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高警觉。为着要民生甲产业大大恢复运作，指挥中心宣布，目前还阁暂停营业的业者，包括酒店、舞厅等等，若是符合防疫安全措施，譬如讲室内1.5公尺、室外1公尺的座位，采用梅花座或者是有隔板分隔，落实挂喙暗、磅体温，入口甲场所内底提供洗手的设备，建立实名制，执行人流管制，环境清洁消毒，消防安检，还有建筑物公安检查合格的人，经过各县市的市政府评估了后，会当重新开放营业。管理的能力到底够不够？有没有确实在做？那第3个，政府要地方政府根据它的一个管理的量能，那这样子来做一个决定，只要不超过我们这样的一个防疫的规定，那基本上我们就让地方政府来做决定。
另外，毋是台湾籍嘅人士目前也未当入境，除非有特别上报理由。毋过考虑到外籍人士伫咧检疫期间，可能会去影响到商务活动，无法度来进行，所以当地建议敢是利用检测或者是密切观察等等方式来取代居家检疫14天。若是互调伫咧武汉嘅台湾人，初步开始会当家己转来，毋过入境了也是需要集中检疫。指挥中心表示，开放嘅头一天，无注文都武汉转来台湾人入境。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确定病例，即马已经超过389万例，死亡人数超过27万。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的病例有8万2000多例，咱台湾昨昏无增加病例，同款是维持伫440例。香港有1044例，日本有15000多例，南韩超过1万例，俄罗斯是超过18万例，美国是超过132万例，欧洲的西班牙超过26万例，意大利是超21万7000例，英国超过21万例，德国超过17万例。疫情上较严重的美国的白宫，即马是正式讲，总统川普身躯边对前对后的助理去挖着武汉肺炎。目前川普甲副总统潘斯检验了后，拢是阴性的。毋过即几天会逐工去做检验。若美国即阵有真侪州拢准备要解禁嘛。毋过说红亚讲，针对疾病管制中心 CDC 的建议，川普拢无得信道，当作无看的，硬要拼经济，这嘛引起众人的批评。美国总统川普搁再拄到挖着病毒危机，白宫证实一个川普的随身人员，当时也是美国海军精锐部队成员，确诊感染武汉肺炎。尽管川普甲副总统潘斯检测结果是阴性，不过因了后会改做逐工拢来检测，确认身体健康。So we test once a week. Now we're going to go testing once a day. But I've had very little personal contact with this gentleman. Know who he is, good person, but I've had very little contact. Mike has had very little contact with him. 疫情严重影响美国经济，全美43州宣布会慢慢来解除封城要复工。不过媒体却是报道，川普政府甲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 CDC 对着重新开放公共空间、企业用稳定17页详细防疫指引，改放在一边，要求 CDC 搁再做修改。美联社引用 CDC 的官员的消息讲，这个指引会永远未公布。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是严厉来批评。I think that the way this has been handled is most unfortunate because, first of all, they had guidelines, which were weak, but nonetheless guidelines. And then the president said you don't even have to honor them. And then we find out now that there was a CDC report that had much more comprehensive guidelines, and they buried it in the White House. Even as states are reopening, if people are protesting, if people are going to salons, we are encouraging everyone to be conversant with and adherent to the CDC guidelines. You're wearing masks, people are socially distancing, they're practicing good hygiene. 美国是这阵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国家，民主党籍前副总统高尔批评，川普根本无资格做总统，特别是面对疫情挑战，完全无妥善处理。同时也烦恼美国上早进入解除封城阶段，是不是救了经济，却是害人无命。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交通部1968人电警示系统增加新的警示点。地方政府有无同款的意见？交通部甲地方政府参详了后，昨下晡2点半开始汰掉66个，增加24个。日本台南要求甲因27个拢总汰掉，不过落尾只汰掉11个，各加2个。目前台南有18个热点。来看《中国时报》，18当前伫台中后丰大桥姓陈的女老师命案，死者姓王的男朋友甲伊的朋友防止控讲杀人，罚判15年甲12年6个月有期徒刑确定。不过台中高分院再审的时间，2个人拢改判无罪。即马最高法院是认为讲，还佫有6项疑点无调查清楚，所以撤销无罪，发回更审。来看《苹果日报》，美国通俄罗斯通俄门的关键人物，前国家安全顾问柏林，因为讲假口径真多，结果伊认罪2当瓜了后，即马是5月7得到司法部撤销告诉。这件代志是佫引起争议，互外界批评讲是政治去操控司法。不过美国总统川普伊是讲柏林自本就是互冤枉的。
来关心劳动部昨昏公布上新无薪假的统计，即马伫休无薪假的企业有1047间，劳工是19000多人。那财政部是公布4月份进出口的统计，出口降到252.4亿，这嘛是3档来上加。有50多年历史的浙江菜餐厅小香园，也伫这波疫情之下，被便当求生存，而且30多位员工也轮流配合减班休困，改领基本工资。2月、3月开始吧，我那时候1个月才上几天，8天啊！我1个月房租加车贷要3万多块。就像礼拜一早上，我连订都没订，那我就店休。就是在现在，我们的营业额能降到剩下2成，根本不够开支了。再撑3个月是应该没有问题的，再撑半年，那绝对撑不住了。76岁头家讲，行动一阵卡数半年了后，疫情无转好，就会拍算休困。劳动部公布上新减班休困统计，到5月初7，全台同步企业比顶礼拜增加115间，有1047间创新高纪录，人数增加幅度是卡等号新增加160人，来到19000人。这个原因是主要是这一期比较增加的是比较小型、微型的事业单位，到有些餐厅啊或一些零售点，那其实他请的人都不多，但是他事实上这一波也是逐渐的受到影响。名单当中还有 KTV、旅行社、拍微电影、影视行销以及百货公司设柜的品牌等。劳动部统计14减班休困上侪地区是台北市，加速度占1/3。除了老牌餐厅，也有某些集团的5星级饭店继续减班休困。贸易出口方面，财政部公布4月份统计，单月出口单252.4亿美金，创3年来上低点。纺织业是重灾区，因为国际比赛取消，连带影响纺织订单。疫情对台湾出口影响已经出现。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因为扩大纾困方案的问题，向民众回释咧。那政府委员金明欣是亲身到现场去了解办理的状况。即马流程简化了后，民众嘛感觉讲有加较顺、加较好办啊。工作人员伫咧小二区协助民众来填申请书，除了来去带去边仔影印证明文件，落尾再去柜台交资料，进行初步的审核，地当完成疫情纾困申请的送件。申办处理的作业甲前几工比起来，已经顺利真多。有造成民众比较方便，不用说还要跑户政事务所啊，然后又要再跑到这边啊。我今天很快啊，不用3分钟，我资料填好，我拿了 ，OK。行政院伫礼拜一宣布，针对无加保的工作者来发1万块的纾困现金，毋过说因为申请条件真复杂，这个需要查证真困难，民众是海惨，去互外界合作纾困之乱。行政院长苏贞昌甲卫福部长陈时中嘛，因为安尼来回释咧，而且宣布简化申办手续。侧下部行政院政务委员金明欣嘛，亲身来桃园中立区公所来了解吉南纾困办理的状况。立法院对我们的这个特别预算，就是增加1500亿的特别预算呢，已经3读通过了。之前我们的方案比较是救急救穷啊，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讲是救苦救难。根据桃园市政府的统计，无加保的工作者扩大纾困方案3天以来，已经受理件数累计要到8000件。到5月7号，那受理的就3500件，那今天预估也会到达3500件，那可见得已经上轨道了。那真的纾困是要苦民所苦，所以我们除了从速、从简、从宽这3个原则以外，那我觉得还是需要贴心的服务。若是5日总统就职就得要来啊！行政院长苏贞昌确定上任，新的内阁人事布局嘛正式启动。外界传讲负责主导纾困规划金明欣会来接任国发会主委，对这个代志金明欣是无正面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对在家己布袋到偏乌马境的海上纳色的公路受疫情影响，出入布袋港的人数干那剩6600多人次，嘛剩去年的1成。因为国内疫情稳定啊，所以交通部打算要用40亿的预算来进行国内旅游。周末假期进前的礼拜5开启平湖客轮，民众坐情形比平常时较好一点啊。不过也是看到一只客轮都停伫港边。港务公司布袋管理处表示，疫情影响真是真大。疫情的影响其实对这些船舶业者来讲，其实是蛮大的一个影响。我们的统计大概少了将近90%的人数。那
那在船班的部分少了将近75%快80%的船班。假期布地到平和的纳西公路，伫清明连假、甲五一连假期间，游客明显减少。根据港务公司布地管理处的统计，今年1月到5月，布地港进出人数差不多6600多人次，无甲去年同期的1成。随着国内疫情渐渐转好，交通部也要投资40亿的预算来进行国旅。在坡地上会有观光产业人员做采线团，以示范防疫旅游方式，在带动旅游车饭店业开展起来以外，同时检验观光业。总共大概有将近40亿元，好，除了原来扩大国旅的20亿元，还有这一次我们从这个纾困到振兴还有相关的项目，那一起来带动，由我们的观光业来就是点火，那让大家很安心的这个一方面做好防疫，又可以去旅游。交通部表示，继续零确诊的情形下，相提的每回行定规甲限制客票价的措施会慢慢解除。不过，挂催安甲量体温也是继续进行。各路补助方案的补助金额甲补助时间细节虽然无定案，不过也无排除会在大会期间推出，用来刺激各路的市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俄罗斯伫这礼拜疫情是变甲真严重。官方讲，确定病例伫这2天就加22000多例，即马防卫着的总人数有188000人，已经超过德国，而且有一半以上的新病例拢伫首都莫斯科。平常时车真侪莫斯科市区，伫防疫的外出禁令之下，又要变成空城。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俄罗斯的新冠病毒确诊人数约19万人，其中莫斯科有9万多人确诊。不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已指出，真正数字可能超过官方统计3倍以上。Количество заболевших в Москве по скрининговым оценкам, где-то в районе, наверное, 250-300 тысяч вообще в целом. 路透社引用莫斯科市府卫生单位讲话指出，疫情发展后期所做的检测，常常出现所谓的胃炎性反应，所以有真侪无症状或者是轻症的感染者意愿伫市区拍拍走。所以市政府这方面就表示，即马防疫工作除了伫郊区关禁区临时的收治病院以外，还阁关禁确诊受感染的市民，一切拢在甲时间比赛。Чем быстрее их мы выявим, тем быстрее поставим на учет, введем для них режим самоизоляции, жесткого карантина и начнем их лечить, если потребуется медицинская помощь. 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им не придется потом уже лечиться в стационарах в тяжелой форме. 61岁索比亚宁为普廷做总统初期就得到提拔，为州长总统办公室幕僚长，一度做甲副总理。各伫2013甲2018年市长选举，拢得到普廷大力支持，而连任市长，被看作是普廷的心腹之一。所以，普廷全力支持索比亚宁提出的渐进性管制放松措施，也就是为5月12日开始，只允准特定的工业设施复工，互员工开始出门上班。莫斯科市区的隔离管制也延长到5月底，比其他所在延后半个月几。又话管制措施放松了后，民众虽然会用出门，不过在大众运输工具的时阵，要遵守政府规定，挂喙掩甲手笼，来降低传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其他国家的疫情，南美洲的阿根廷是爆发H1N1的群组感染。若伫日本，初期是已经批准瑞德西韦这款药啊，用伫武汉肺炎重症病例顶头。澳洲即马是规划讲要3阶段来解除封锁。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这间安养院外口，救护车出入日，拼命要甲伊来老大人带离开。原来发现群组感染，经过体检，感染者目前拢无症状。Entonces, bueno, un residente dio positivo. Al dar positivo, entonces después testeamos a todo el equipo asistencial y a todos los residentes, y entonces dieron 25 casos positivos de los residentes y 5 del equipo asistencial. 阿根廷目前全国确诊超过5300例，被300个人死亡。官方封锁防疫，禁止出门第7礼拜，民众已经无法度入内，伫咧社群媒体发动暗时啊、敲电话来表达抗议。Porque un país sin libertad no es país. Somos corderos, somos esclavos. No, libertad. 警方认为用群体免疫采用软性手段防疫的瑞典无封城，学校、餐厅、商店维持开放，加靠民众家己保持卫生、甲社交距离等等的方式来应对。死亡病例已经超过3000个，比附近的丹麦、挪威、芬兰等等悬真济。
IVA-vården blir ju då nästan ett tydligare tecken på vad som är på gång. Där kan ni se att vi nu har en successiv nedgång sedan flera veckor tillbaks. 日本厚生劳动署测试批准新型冠状病毒治疗药物瑞德西韦，用伫咧当前爆发的现象，这嘛是头一个去用批准用来治疗药物，希望讲会当减少患者住院的时间，解决家护病房的压力。瑞德西韦治疗毋是全部拢有效，日本甲欧美研究团队初步研究发现，有63%的患者状况有改善，23%出现多重器官衰竭等等的其他动迹。澳洲总理莫里森特别宣布的分3阶段放列社交距离限制，希望7月份会当达成。第一阶段是扩大亲友见面，自费放列到户外10个人，厝2个人，社区的学生会当去上课、去游戏场佚佗。球场、游泳池、公园拢会开放。第2阶段扩大到小卖商店会当恢复营业。第3阶段希望讲会当互民众回去做工课。原本伫咧7月举办总统大选的波兰受到疫情影响，执政党法律正义党宣布延期。因原本提出建议者会当甲投票用起来，毋过去用质疑违反自由、公平甲民主的原则，所以因为安尼延后来举办。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等咱国内生活消息来关心，米是遐，嘛互人合作青狗遐，就是花语的隐翅虫。即马天气愈来愈烧热，所以高雄的青狗遐嘛开始出现啊。因为即款虫若准去吸到，皮肤会发红会烂去，所以区公所已经赶紧去除药啊。民众来到12楼的徛街露台，发现山头有虫仔，详细一个看，正是造成皮肤发炎，也有烂去的米是遐，而且露台甲天棚拢有。阳台灯一打开的时候，隐翅虫整个附着在我们的纱窗跟我们的天花板上面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去年已经被叮咬了，我就准备一瓶杀虫剂在旁边，然后我就开始用杀虫剂去喷它。因为去年米是遐也捌侪摆出现在这个民众厝内底，造成伊皮肤发炎，看医生看过6摆。这摆民众赶紧伫咧门窗喷杀虫剂，结果一暗就捡了60只。离社区大楼也发现这个现象，赶紧向市府求助。就是去年跟今年特别严重，但是都是除草完以后，它就会这样子。那我们会特别注意这些空地杂草的一个问题。那因为清洁队户外消毒的部分，已经在5月1号到5月5号就已经例行性年度的消毒都已经开始了。公部门针对这个部分也积极的有一个作为。因为社区附近空地较多，民众认为市府顶礼拜来除草，所来就出现真侪米是遐，可能甲棲息地被干扰有关系。区公所讲，为着防范天狗热，必须定期来摒扫清洁环境甲喷药啊。下晡已经搁再加强喷药，希望减少米是遐数量。市府农业局也提醒，米是遐毋是环境害虫，不过飞向有光的所在，每年4月到10月暗时的时阵，灯光、上光小炸一个，门窗较莫开的。记者综合报道。若高雄无落雨，大比湖强要大底，水量敢若剩113万吨，是21年来上低水位。而且高屏溪溪水是少甲连水公司要抽拢抽无，敢若会当望讲后礼拜日黄霜啊雨，看敢有法度欠寡水起来。大比湖是高雄第一大湖，过去封号做台湾的西湖。按个即马看过，原本光艳艳的水面，即马煞拢会当看到沙坡啊。这个水位这样看起来很担忧呢，会不会来个干旱？希望赶快下雨啊！大比湖水即马沙势上紧啊，较早时咧尔，即马就贵个啊。逐工来运动的民众上有感觉，自来水第7区管理处表示，将近半冬南部拢无落大雨，水位比抽水莫大的所在搁较低，欠水量创下21年来上低的所在。以我们统计的资料，大概今年是有史以来大概最低，维持到一个最低的一个水位，大概就维持在43%，也就是113万左右。大比湖的水位大甲要大底，为着要维持景观，暂时袂搁抽水来取用。高屏溪的传流量嘛创下历史以来上低，搁无落雨，高雄欠水的危机就伫眼前。记者陈以莹、明昭关高雄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咱台湾各地甲平乌金门，大部分拢是侪云较好天，高温烧热的天气。若顶半工伫东半部有局部地渐阵雨。再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5度。中
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有3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共款3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是33度；外岛的温度是24度到33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祝乡亲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主任。母亲节你要到啊？大家敢有好好啊？甲妈妈说多谢，感谢伊甲咱请大汉。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摇旗，摇旗汉字写作摇旗，罗马字写作121，此一旗。摇第1条，旗第7条。这字摇主要意思是扬旗，咱讲摇铃就是市铃。好摇旗是讲囡仔健康好市的意思。摇当作教育，是较后来才有的意思。音嘛无同。人讲双手抱孩儿，才知父母时。细汉的时阵，咱拢会当作爸爸妈妈，啥物拢知影，发生啥物代志，因拢会晓处理。大汉了后，才渐渐了解，其实因嘛是头一摆做人父母，有真济状况，因嘛咧学要安怎做才好。所以讲，当咱家己双手抱孩儿时，才知影做人父母有偌辛苦。饲囝对父母的时间、气力、耐性，嘛拢是真大的考验。俗语讲：3岁乖，4岁爱，5岁拖去台，就是讲3岁正前，囡仔要算乖；4岁过就开始会如会吵，搁较大汉，囡仔有家己的想法啦。就搁较无要听是大人的话，真济父母就会讲啊，真正唔知影要安怎教囡仔。伫古早的台湾社会，迄时的人讲，家母带囝会轻松，家公带囝会拖棚，也就是讲，古早时代的人认为查甫人袂晓顾囡仔。爱互查某人带较舒适，拖棚就是做代志，线行，脱线的意思。知影照顾囡仔是父母共同的责任，无论查甫，拢是哪做哪学，无人一出世就会晓做爸爸妈妈的啦。溜、摇旗、摇铃，双手抱孩儿。才知父母时，3岁乖，4岁爱，5岁拖去台。家母带囝会轻松，家公带囝会拖棚。家囡仔请养大汉，真正足无简单。有闲爱记你关心父母的身体健康，定陪伊，甲因讲一声我爱你。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
公司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